这来做客万年来了，今日就除了为kyung用黑人的男仆人吼，伊迄演当然休宿衫，我样宿衫。大家好，我係宿衫。哦，今日宿衫带落去小屋怎么贴开的？吼，咱来请处理些不难题吼。对于宿衫来讲，我从幼的我平黑嘛嘅。哦，一封信呢，你父母没有收件人。一张收据，没有，它的重点，它的背面，也應該差不多17、18歲的時間，還不用出，這個應該是這樣子。按呢？哦，哎呀，還蠻一家阿公佇煙風下誒，嗰時就就送去醫院啊插管，冇辦法講話，也就跟媽媽講啊，給他一張紙跟筆。也會下東西，然後因為他那時候就是很虛弱嘛，所以媽媽在旁邊看着他寫，那個筆畫是我想回家，就是他不想要待在醫院，不想要治療，他想要回家，然後那一張紙就一直被我留到現在。我以前沒有覺得跟阿公的感情很好，因為佢煩啊，太擰啥就會講哦，哎呀就細時間啊就摸阿爸，哎就摸阿爸誒，然後說哎能拖到小學6年生用誒。你會聽講伊個故事？會，然後又講說我的爸公可能10幾歲的時候去山上採什麼就過世了，所以整個家都是他在支撐。那如果他就說應該都在讀書，我們要一聽做議員什麼的，他就會想要我們認真念書。那韓式時堂都壓的就會哦，怪煩呢，我在講哎，好冇。對，這是等到我覺得最接近要跟他分開的時候，就這張紙的那個時期出現的時候，就覺得哦，這真的是一個我不能失去的親人。所以我覺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對非常親的人離開，帶給我的情感上很大的震撼。也多年前，18歲，所以差不多10年，差不多10年前。18歲其實讀多安的事情衝擊過太呢。其實一開始會覺得我應該可以，會覺得自己可以了。對。可是那講到1、2年後，就是我開始創作。我的第一首創作，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分享到。以前在這件事情剛發生的時候，會覺得沒什麼，我已經18歲了，我可以承受這一些，會難過，但我不會無法接受。當時的心情是這樣子。後來去下國位，讓慢慢去理解，去感覺係哪嘅。對。好，我哋就看天氣風，說上面嘅春幽不平，剛剛他好像有一點點。預告啦，就係可能會囤，都係一個體重準時，點個形狀，喺以前彈過嘅，可以彈。對，因為我的第一首創作其實就是跟阿公有關，我就是把它調到間公，就是說哦，先冇有先冇嘅用色啦，我認真讀書，然後當教到好老公就。好一條路，就經常聽他講這些話。後來我就覺得太想念他了。2、3年之後，所以我就把他跟我講的這些話寫成了我第一首客語歌《那種夢》。然後我就會跟別人說，一條狗誒唔免挨寫誒，係挨阿公寫誒，因為底部就係伊講阿公嘅話。哇，都係因為嗰上阿公嗰時候開始寫歌誒。寫係第一條歌誒，第一條客家歌誒，夢過後寫係第二條係教嘅一句，差不多1年。係哦，對。然後那時就是因為韓社就很喜歡黃蝶記，因為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住在黃蝶翠谷，然後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黃蝶記的時候。黃蝶他們是會這樣一叢一叢，像草叢一樣聚在一起，然後我們就會去嚇那個黃蝶，然後那個黃蝶就會就是很像電影的畫面，可是是真實的，就是那個記憶在我的身體裡面，這樣的印象深刻。可是當我長大再回去黃蝶記，或者是回去黃蝶翠谷的時候，就會發現，哎，怎麼跟我記憶中的不一樣呢？那些黃蝶好像都變得很稀疏。
就这是第一个连结，然后第二个连结是因为奶含在就黑底的后巴神，然后或者是我们家后面就有尊狗，所以我就是跟这些大自然一起长大的。我们家后面的水沟是我会拿妈妈的那个面粉筛，然后放到石缝底下了，起来就会有鱼，或者是你石头缝翻开就会有螃蟹。然后我以前还有帮那个螃蟹接生过，就是你把它的那个盖子打开，里面就有很多超级超级小的小螃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些，就是因为住得很乡下，所以才会有这些很特别的记忆。但是长大之后也没有了，可能因为农业工业化，大家会用化肥，会用农药，所以那条水沟就真的变成大家想象的水沟。就觉得环境变化得很快，可能我小时候到现在也就是10几年的时间，但它就是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听一条哈嘎狗眼的本梦，就是在写这个有关环境的变化。那这个本梦是指这个环境做了一场噩梦，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一个个体，我们没有办法凭一己之力去把它从噩梦叫醒。所以这一首歌是想要提醒自己，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去做一些对环境好的事情。对，就是看一条狗尾都可以讲到有故事呢，哈，我想你那故事。刚才那个看第3項，你所上嗰個春遊嘅物品，應該咩係同英語有關啦，哈。係唔記得咧，是點樣嘅？好像不是哦，也可以是先。螃蟹，里面真的是有一些半成品哦 ，AI 你做哦，对，真的呢，这是你的整个毛线组啊呢，对，这是一整袋，哇，现在太热，最近结果是大贡献呢，差不多就是周转型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呢，我原本只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误打误撞写了歌，我也没有想说自己会当一个歌手，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发专辑，所以到做专辑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好多好烦人的事情哦。就是做音乐的时候要考虑的事情是我以前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的哦。可是你知道织毛线要非常的专心，因为你只要数错一针的话，你就要全部重来。所以我觉得那个很认真，一针一线的当下，是我在那段期间很难得可以放空的时刻。然后我就觉得内心很平静，虽然就是可能在隔天去上班，或者是又去录音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又达不到自己的，就是做不到，会很烦。可是回到毛线的时候，就会心平气和了下来。我可是这封先经也很做专辑比对，就差不多时期。而且我觉得做出从一条线做出一个可能帽子，或者是一个提袋，那个过程不会很久，但是它从一条线变成一个东西的成就感很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兴趣。因为你做专辑，你可能有时候做半年、1年，你才可以做好。可是织那个毛线的话，你可能专心的1-2个小时，你就可以有一个成果。所以我觉得 CP 值很高。蛮不错的哈，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一种方式，也可以透过作品得到成就感。奇妙的，我也觉得很想要把它捡回来的感觉，因为各种太假如怎嘛，可能后搞我有安的扣，到我们的时候就没有，我们的家政课都是缝东西，缝破掉的裤子，所以接触毛线真的是长大之后我才第一次。还有嗰度好講，唔先試下查，人哋嗰度再來繼續打嘴鼓。因為我聽我就是修，然後我就問我媽媽說，長袖的客語怎麼講？她說長袖啊，那就說是重修還是重修？她就說是重修啊，沒講清楚。在做客慢研聊聊，有没有材料的？係音樂研究所上，係無論係咪要睇兩個都係音睇啦，所以個唔會講無論係講強用嘅強嘅時節，強用6對年嘅時節，
有长呢？有，如迄個硬講啊？嘿，人家會對你冇法講，台灣人吼，就是台灣真的是會很吃力，嘿，都冇安順，對，哈，啊，佢用讀多6對年，都會真嘅會硬講，我原來還有任務哈，我介紹本大家都係說上玫瑰度，唔係貼拍的故事是啊，葉片還看到幾個物品，想看到如何呀？可能很多人也都有哦，俺們有一本，真的，美濃客家語寶典，也可以對你，因為你後來可是下客家歌就說詞典其實如果會重丟，你在寫歌之前應該不會反正吧？沒有啊，就不需要去研究說到底自己講的是對的還是錯的。可是開始寫，因為周轉期的時間，你會做那個歌詞本，可能會放那個客語文，然後就會想說。有些東西寫作客語文都在有個盲點哦，所以就要去稍微翻一下。可是因為美濃6對又有其他的腔調，所以我去查那個教育部客語字典的話，有時候又查不到答案。比如說，俺有一條國人都收財，俺喊這我印象中衣櫥，很多基礎。那我去講基礎啊，嘿，所以我去教育部的客語字典查的時候，我查衣櫥，它是講桑櫥，我想桑櫥啊，喊誰都他就冇談過桑櫥，都罵個東西。對，我就想說，你講燙死嗎？冇，我只有你會講燙死，日本發，嘿，但是我俺不可以講基礎，基礎，我就是想說基礎到底是怎麼來的？那基客語就是站的意思嘛。然後我跟我媽媽討論過，可能就是。那都變啊底杯係咪？底杯可以的你呢？就是覺得你要站着。議論的處。我們會站着來處然後會講基礎。但是我就是有在美濃客語寶典跟另外一個6堆客語詞典裡面有請到基礎。然後就是要透過這一些文獻的東西去確定，我從小到大所傳承下來的客語，是，對，那是我接收到的。我覺得那倒沒有正確或不正確，但是因為客語它就不是一個我們坐在教室裡面學到的語言，所以它會有很多的不一樣。這些我覺得很酷。當然我在做專輯做校正的時候，我才知道說。6對是我和你北部會講來吐，或是來老母，但是美濃這邊是講來干，或者是像美濃安嚟講呢，對，美濃6對，你睇6對算6對咩？其實新民種咧客家人嗰度係古書，係喺美濃遷徙過去的，所以就是咩係講來干？對，還有龜講，不是講東講，就是這類，我覺得去做了創作之後。發現了屬於自己家鄉腔調的小巧思，我覺得會讓我很興奮。我就很想要在演出的時候去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因為台灣人能講哈發就覺得哦，這就是家裡的語言啊，我們這樣子講大家都會通。可是會發現說台灣那麼小，就會可能跟隔壁村就會有一點點不同的差異。我覺得當一個客家人，他感受到這些獨特性的時候，他會對自己的語言更有歸屬感。然後我很想要把這份歸屬感傳達給大家。咩真嘅我去研究嘅，人哋同人比較嘅，人哋原來有某個目標喲。對。如果講我講，原來咩呢？可是做安尼條路下嗰度。買一堆我的小詞典，大概60幾頁，可以分享給我嗎？我一直很想要，就是有相關的記錄。可是我覺得，其他公客法會記非過少，跟比較的機會也比較少。所以拜託於紅姐分享給交流，私下給我交流一下。因為有嗰度東西，確實喺自家發現嘅，如果聽，如果可以分享，我們剛好對自家嘅歷史和了解。而且也會從來條都講基礎嘛，就會跟媽媽討論，就是我會有機會跟他們去，有一個連接。跟我唱所在的時候，還講重修重修，因為我聽我就是修，然後我就問我媽媽說，長袖的客語怎麼講？她說重修啊，那你就說是重修還是重修？她就說。是重修啊，沒講清楚，它介在中間，就是因為
有时候嘴会撇掉啊。就是你要很认真发音的话，你的嘴巴可能要稍微用力从秋，可是他们在讲的时候反而会懒音，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修。从头班啊，阿婆讲瓜子，伊就讲瓜子，有一些可爱的口音，有几个会有，总是会有一些省略，这些省略都一代代相传，都别人来讲的有推给七八毛 Q 哟。对，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很珍贵啊。对，就是我现在虽然我知道是秋，可是我在唱或者我在讲的时候，我还是要讲修，因为那是我接受这个语言的印象。但就是因为要有讨论，才会发现这些东西。美国基友，原来我看一个也个个冲呢。对，这个是可以练举重的，可以。咱们手会练。也个如果你都会踢的奖，对，创作的第一个奖。创作嘅台湾演创流行音乐台奖啊，客语组的首奖，喺2020年。对，如果蒙亚条国位嘛，如果下来踢一条客家国位，也是第一个我用创作去参与的比赛。然后因为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是一个蛮正式的舞台，买一比赛之前 MD， 我就是一个我入围了，都下我这次参加比赛，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大家看起来都很专业，为什么我看起来很业余？我就觉得我好像小白兔误闯了禁地的感觉，那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交流的机会，可以去听别人的创作，然后我当下就觉得有这样的舞台可以演出自己的创作很棒，就完全没有想到会得奖，然后我觉得那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震撼。我的第一首客语歌，我第一次用创作比赛，然后第一次在一个这么正式的舞台获得了这业界老师的肯定。你喺得嚟一個原創大獎過後，有一句想講，可能可以吹一種東西，因為你講聽一條歌嘅一年當下。是天一百得到水中的時間。天一百這是2020，然後2022有再得一次，就是調到公路本門給調過誒，也有得過首獎。下第一條得獎，好像還不錯。聽一條有得獎，不出不行了吧？係咪自己都得這樣覺得？對，都是覺得好像真的有點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咁上多會出專輯唄。給嘛個想法都係我要生出好多首歌就陸陸續續有一些累積，然後開始做之後，後面也有寫幾首歌。但我覺得那個過程，現在想起來沒有很困難，因為就是可能讀了美濃客家寶典之後，我就對那個客語越來越有興趣，所以有一陣子是有萌生那種。我要可能回去讀個碩士，或者是跟客家相關的課程，因為我想要知道更多，除了在生活上使用的客語，我有沒有機會把這個脈絡都搞清楚？還有跟新民莊其實係六桂里唯一一個客家莊，然後我們保留了，比如說生源廟，就是我們是用客語在念祭文，然後也有雞吼拱這些很古蹟的東西保存在我們的莊內，然後我也很希望自己將來有能力的時候，可以把新民莊這些很有客家歷史的東西記錄下來，無論是用什麼形式，就是開始對這些很文化的東西有興趣。我覺得這是做客語創作之後才有的轉變。如果你一直都只是在公司上班，應該去年之前我都有在公司上班，上了6年的班，就是早上8點半到5點半那種普通的上班族。我覺得如果一直是一個上班族的話，我可能會覺得自己到底為什麼要生活？生活是為了什麼？就每天上班下班嗎？如果我活着，然後我有這些能力的話，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應該要有一些任務。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做客語創作之後才開始慢慢的找到自己來這個世界上生活的任務是什麼，然後想要慢慢的去達成。故說給源頭真見到阿公這種紙條呢？對，很神奇啊！就會讓人外人看，其實看不是阿公寫嘛的呢。
哦，结果是你踏上这个客语变成你的人生任务诶，你得过重游诶，西长师。而且他写的是我想回家，所以这确实是一条回家的路，太神奇了。哦，刚等一下呢，俺那出外景，说上海带大家去到伊个太好，可能没唔到伊个托马嘅哦，俺来等下个多人来。所以我离职的时候，我觉得那完全不是我的个性会做的事。我在离职的前半年，我的主管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我就应该会在这边生小孩、结婚、退休。今年quite歡喜帶大家來嘉南幼兒大學，也係我開始創作彈吉他、與唱歌嘅表演嘅地方。所以後來就跟大家介紹，太好呀！新年底入邊發生乜嘅事情。呀，條路也下看起來。真是唔知係哪條路，因為太久冇歸來，係變咗半年，中間都冇歸來過，也下感覺也變過從邊來過嘅地方。入見咗係太好嘅時間，最接來嘅地方，中間冇上課，係下課唔知去哪，就喺啲入邊彈吉他，係一幾條路。就會排滿滿的人，也邊唱歌嘅彈吉他。我們就在這邊唱歌呀，愛我別走，如果你說我唱給所有經過學餐的人聽哦，下禮拜吉他社懲罰會記得來彈哦。哎，沒有講客語，是講中文，要記得來聽哦。然後我還有參加後高雄客語歌唱比賽，然後我得了2次第1名之後，他就停辦了。可能因為我表現得太好，也不能係有參加客語通識課的團後，因為5、6個人呢是夠誒組成一整團，然後唱那個客家的民謠或者是童謠。結果我發現有比賽之後，我去唱歌的每年都會拿第1名。一個兄就說做唔得。有一年拜咗來就唔會辦嘅。入邊最係太好嘅 T 嘅舞台。係第一篇唱歌係最喜歡的一首客語歌，叫做《央美》。邱信宇的燕子，然後來替一條創作，然後迷向，係媽媽係名嘅，嘛係替白底一篇創，所以一篇有幾多有關於表演，跟我發表自己的創作客語演出的回憶。時隔快要10年再回來，還是覺得。佢感謝嘅時節，有啲一片認識到、按到相同喜歡創作、喜歡音樂的朋友，然後第一片新年，好像收穫了很多，包含畢業之後開始有參加比賽，然後甚至製作出了專輯。我覺得這邊是我創作一個很重大的起點。好多所上帶大家去到伊個母校嘉南幼兒大學，結果我們可以偷化妝品系，沒錯，非常的。你感覺應該這應該不是你的第一志願吧？不是，我第一志願係社工系，因為高中的時候有去社福館當志工，然後就有參加一些比如說新移民的營隊，或者是一些比較弱勢家庭的小朋友相處。我那時候就是那個愛噴出來，就覺得我要讀社工系，結果沒有想到我的成績太差，我就是前5個志願，還是前4個志願都是填社工系，然後全部都沒有上，因為考得太爛。然後我後來去讀
装系也是只是因为我很好的朋友要去读，然后我就无脑读，而且我读的也不是日间部，我读夜间部，因为那个系主任说不用看成绩。对，所以进去之后才开始读那个我完全看不懂、完全没兴趣的化学。你迄咩因为透过可能迄无兴趣的，故所去参加吉他社呢？行迄不但就迄上会，无论托马嘅可能如果去吉他社。我觉得是，就是很想要继续可能做一些跟唱歌表演有关的事情。你在高中之前也有吉他社哦，可是就是参加的很浅。但我觉得是冥冥之中把我带到了嘉南药理大学的吉他社，因为我在那边认识了一群学长姐们，他们是非常热衷在创作的，然后他们也因为以前可能都是听一些比较主流的音乐，比如说像林俊杰、王力宏这些，因为跟着姐姐听，小时候就是听主流的歌，但我是到大学，然后认识了吉他社的这群朋友之后，接触独立音乐。然后独立音乐里面可能有些曲风是台语歌或者是客语歌，比较有唱母语的文化在独立音乐的场景。对，所以我觉得是冥冥之中把我带到了嘉南药理大学，然后认识了这一群人，去认识我以前没有听的音乐。古时候每一个时节开始有写歌诶，是迄写法语的歌诶。对，天天的人有机会讲，因为因，不过有甲他是有兴趣。也冇上过嘛，唔讲冇上过会做歌手嘛，给嘢嘛。只是因为给反应，泰嘎就在下狗泰嘎就是在弹吉他，我觉得大家相处很开心，互相交流的感觉，在那个当下就只是享受这件事，就是气氛赢咯。对，唐公，你系咩大学系打工达人？我是很会打工，很会打工。你喺讲亚分某地方可以投入啊？最高的时候是2间音乐教室，一个餐厅。然后，我们学校是在高雄跟台南的交界，然后就是有一个教室在鹿竹，高雄鹿竹，一个教室是在台南的仁德，然后我打工的餐厅是在南纺梦时代。所以我就要分配那个班表的时间哦，我有上课的时间。新打工会按压哦。对啊，我刚刚会奇怪哎，好高底播音鬼马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要去这么远的地方。但是那时候乐此不疲，觉得跑来跑去的生活非常的开心。哈，没感觉过辛苦啊那样？我觉得很有趣耶，因为一般的大学生可能没有机会去。教吉他，或者是认识这一些小朋友，因为我那时候教的是小朋友，可能1年级或者是4、5年级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高中生，就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平常的生活圈没有的，就很有趣。你在打工就会搞吉他，对，教2个教室，然后跟1间餐厅，然后排班的时候就会错开，然后我还有当过那个牙医助理。去当牙助，因为大4课比较少，早上可能没课，我就会去早班早诊。然后我不能是一个很怕看牙医的人。但是自从我去当了牙医助理之后呢，就是转变了我这个想法，因为我看到太多很年轻可是牙齿很烂的人，我就觉得不行，我不可以，所以我就会开始勉强自己去看牙医。所以我觉得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就比如说我去看牙医，他让我现在的牙齿变得健康，然后或者是我虽然没有读到理想的学校，可是我读了家药，认识的那群朋友，或者是我虽然现在也没有很认真在弹吉他，但是因为小时候去教的这些小朋友或者是高中生，他们对音乐的热情影响我，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人生里面的事情，我都觉得回想起来很有趣，然后也很感谢当时的自己有去做。咁太好嘅係常常行業擺做嘛嘅條路嘅。我覺得自己會是一個在公司裡面做一輩子做到退休領退休金的普通職員。然後我是金牛座，我覺得自己的個性呢就是很務實，我不喜歡冒險，我喜歡做一些你看得到未來會怎麼發展的事情。所以我離職的時候，我覺得那完全不是我的個性會做的事。我在離職的前半年，我的主管問我的時候，我都說我覺得應該會在這邊生小孩、結婚、退休。唔講送嘅做6年那條路，係幾係睇哪用哪一部？
其实是化妆品产业，是卖面膜的。哦，然后我在里面也是做文字相关的企划。哦，对。啊，侬会给听会辞职吗？就是推力跟拉力都达到了。对，以前可能是公司有一些转变，我觉得公司我没有办法再学习到，或者是公司不太需要我。然后一方面也是我觉得，一样一天要花8小时工作，我要为别人工作，还是要为我的创作工作？那如果创作是我更快乐的事情的话，那我应该要把时间花在这里。你讲听一条梦，都听一条本梦，还有1年嘛？差不多1年。啊，你不也转系做一久？我觉得累积了大概3、4年。对，累积。对，里面也有下2条客家国的歌词，给景鸟，就会感觉创作真的很难。你那词顿 QQ 哈，还是我的制作人都是我的朋友，会说我没有在写曲，因为我很注重词曲咬合，就会讲起来，马给冲出来时间就会弹那时。对，所以因为客语本身就有音调嘛，我几乎就是他怎么讲，我就怎么唱。那边跟我安尼过好，因为安尼其实我还发现马上我弹的身体从哪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重要的原因是，客语它不是一个流通的语言，所以当大家透过客语音乐去认识这个语言的时候，它的词曲咬合如果没有咬得很紧，它会对这个语言产生误解。所以现阶段，我觉得这件事词曲咬合是重要的，除非有一天客语变成一个大部分的人都听得懂的语言，或者是至少客家的族群我们都会讲会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创作上去跨过一些界限。但以现阶段来说，我自己会觉得还不行。不所以你就会感觉讲，刚才的文字用的下，可能是提出有的，因为你有些词下出来，其实你的 Q 嘅都等于有的，对，你可能都有个音韵，对，如果我有灵感的时间。没错，你不是每天逼自己要写一点东西给做，我不是，所以很糟糕，不算是一个焦虑哈。我想讲某个时间要出一种准时盘两很前下海。刚得完奖的那段时间会有那种如果我出下一张专辑，没有让大家觉得超越第1张专辑的话，我会不会就被别人说，邱淑姍其实没有才华，她得奖不是因为她有才华，她的第2张专辑没有第1张专辑好听，就是在心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假设，然后我会觉得对下一张作品有一点担心。也都係嗰個得獎嘅人嘅我有時候你看體獎客家嗰個得獎，天氣獎又得獎，專輯又得金曲獎同金曲獎，你會有那種冒牌者焦慮嗎？我有症候群，我有，可是我覺得，因為我最近在準備 EP， 也是客語的 EP，我覺得在做這一張 EP 的概念的時候，有把我這個心界打開。我的 EP 跟我的下一張專輯其實都有一個很明確我想要說的事情，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必須要講，所以它就是並不是我要做出一張超越上一張專輯的作品，是一張我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說，所以當這個想法改變的時候，那個焦慮自然就解除。好，家底下都最面嘅團。說什麼大部分是合適的，沒錯，航空係非常貼切的東西哦。應該係自家做的，我自家做的，做邊有唔會啊做？太感謝了，等下都叫他來食。好，長大之後想退休，想要開那個咖啡廳。我就說我咖啡廳一定會賣炸茴香跟那個，炒咖啡館的必須，就是真的湘菜派，然後你們。做客慢年來了，今日來除了為係音樂人休息衫，也個劇團去下是合適的，我完全唔知也係乜嘅呢？這個是草烏婆，我們家會講烏婆，
那个吼的音会变成巫婆。对哦，血的话是那个芋头的芋，然后荷花的荷。对，因为如黑乌味给茎，没错，这个也可以拿来炒。就是它底下割的时候都还会有一点点芋头，所以它是切片的这个就是芋头本人。哦，哎呀，还你自己做的呢？没错，因为买得到。系啊，连这个啦，也武侯遐个姨婆的菜叶10几类的，就是烂烂的菜，加上不太对口感呢，就是酸酸甜甜的感觉。因为它的煮法就是把蒙条种干吃，啊炒东西。那我本来如果做哈，我爱替白做，就是我一定爱乖好是要红菜。所以我以前就有跟我妈说，你一定要把这道菜传承给我，万一我吃不到，我真的会就是很悲痛。所以我就有把它先学起来，然后一米也拜鸡飞替白粥，哦，要都会蹦饭的呢，会蹦饭，没大相思啊你。然后我妈妈不会嘎锅头吃，够酸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子煮比较刚好。安尼其实会炒饭呢。本身呢，如果加色，大概，我觉得是因为我很喜欢啊，所以我就会一直点菜。但我不在的时候，我妈妈应该也不太会煮。哦，面如果都说炒乌吼，其实我很有可能没吃过，啊就会塔锅，也个菜，面如也好，如果替配的东西呢，这个还有贵好吃嘛？对吗？你们自己的特色菜炸茴香，可是我觉得炸茴香外面我也没吃过，这都是家里的菜，茴香好好吃。可是我要讲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总之呢，我只要在市场里面看到茴香，我就会发疯，我就会马上我就要买回家。然后有一次是我买去我男朋友的家里，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阿姨，有一个炸茴香很好吃，不知道你会不会做？也不是我要做给他吃，我是问他会不会做，请他做给我吃。然后我就稍微跟他描述一下那个口感，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可以，但是就没有人，他就做不出妈妈的那个味道，因为那个我们家的炸茴香，它吃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面团跟炸物之间的口感，所以我觉得那个粉浆的浓稠度应该是，有点难抓。炸物其实个果味个葱料，对，然后它吃起来就不是全脆，它是有一点湿润感，对，中间你还是会觉得好像吃到像没有像双胞胎，对，不是双胞胎那么硬，就是稍微有点空气的那个口感，然后你就要沾酱油加醋加蒜头的酱，很好吃。因为演习有团香菜好重要，有比香菜米是韩国粗，估计你也是香菜派的，香菜你也，我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有味道的香料，因为炸茴香可能都有个同仁讲哦。贵比给皮西，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吃过炸茴香，真的很好吃。有我一个也是够，对，无法接受，对不对？就是我都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想退休，想要开那个咖啡厅，我就说我咖啡厅一定会卖炸茴香跟那个，对，炒咖啡馆的必须哦，就是真的香菜派，然后你来哦，不然我会分时段，我会晚上公餐的时候开始。每一份定时都会有炸茴香跟炒乌喉，哦，还有个木瓜板，对啊，木瓜板咩黑眼的卢卡高烧，我妈妈嗰種冇做過，而都會特別做都會補板，那冇生木瓜板，木瓜板也是這個經典中的經典，因為我覺得我對食物很執着，而且每一樣食物我都會有一些對應的角色，比如說炒烏喉，我想到的就是媽媽，然後阿嬷的話就是。像是麻油炒饭，然后我们家隔壁的阿婆就是木瓜板，就是我对这些食物一出现，我就会想到一个人，就是他们在我的生命中的记忆，就跟这个菜色做样子菜也给你，对，就是他做的最好吃。然后我从小也是吃我们家隔壁阿婆做的木瓜板。
可是因为它过世，我现在就是吃不到。你还是吃得到木瓜板，可是你吃不到自己记忆中那个最 original 的口味。刚我去把想要去复刻出来。会，可是我觉得做不出来记忆中味道，因为那个粉浆都是他自己调的，然后木瓜板其实就是很吃那个口感，每个人做出来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跟你怎么控制那个木瓜的熟度，它就是黄而不软的那个熟度是最好吃的。对，做出好吃木瓜板的，拜托拜托，请你们把这份食谱传承下来。我对要做无感的东西。蛮讲究，还没，会蛮重视的。还有记忆中的味道，我都会很想要，就是传下去，传给我。如果将来有小孩的话，我的小孩一定也要吃到这些妈妈的味道。可以创作，可以写歌，我可能这个蛮必备哈。如果你对你生活当中呢，看到、批到、识到的东西，会有那个敏锐的感知哈。这样我觉得是我先有这些敏锐的感知，所以才有那可以创作。你对于文思嘅喜欢，咩係從細開始係咪？我觉得跟我姐姐有很大的关系。我姐姐大我7岁，然后她就是很喜欢写作，然后她后来读的也是中文系，她就有一个大书柜放满了书。然后我从她去念大学之后。就房间只剩我，所以我就看完了所有他的书。对，就是姐姐的阅读习惯影响我，然后让我也开始喜欢文字。剛剛開始讀客家歌嘅係乜嘅時間？我是5年前聽啲盛祥老師嘅種樹，這條歌對我來講歌重要，因為很印象深刻。他上台，然後他說他要拒領這個獎項，他說因為音樂不應該用語言來分，然後加上他上台的時候會有那個音樂嘛，然後說要沒來跟阿公阿媽講的法嗎？他怎麼變成一首歌了？對，這兩個事情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為我喜歡那一首歌，喜歡到我就跟我的班導師說，老師可不可以把我們專輯網頁的那個背景音樂換成種樹？然後老師就說不行，然後你可以給我賬號密碼嗎？我可以自己改。對，然後我人生第一次追星也是那一年，我去黃蝶記，就我有那個印象，因為我那時候矮矮的嘛，所以我有那個印象是我在台下，旁邊都是人，我看不到台上，可是那首歌在我的耳邊，我有那個印象。第一次追星就是在那個場景裡面。盛祥老師你是他的第一個偶像嗎？追星的偶像。但是最近去年還是今年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在後台遇到盛祥老師，然後他就有邀請我們可以去他家聽歌，因為他就是家裡有稍微設計過，音響很好聽，他就說我們有空的話可以去，然後我們也真的去了他家，所以我覺得那件事情對我來說很夢幻。然後小時候他是我一個很喜歡的創作歌手，然後長大之後我也開始做客語創作，然後甚至是有機會去他家，然後聽他分享音樂，然後我們最後就是因為我跟我製作人還有我的另外兩個製作人一起去，所以我們還有去他們家附近散步，一起去吃板條，然後聊天聊了一整個下午。我就覺得我當時就跟我的聽眾分享，我小時候聽到《種樹》這首歌的時候，我沒有什麼發願，沒有說我以後要當一個創作歌手，但是這份喜歡就是放在了心裡。然後長大之後才知道，原來我的靈魂一直知道我想要做什麼事情，然後我們一直朝着這個方向前進。哎呀，難怪我剛好講，就係無論做乜嘅事情，接觸到乜嘅，都可能堅定嘅後輩嘅東西啊，凡事冇想過。咁人家下都會唱歌嘅嚇，凡事啊，你都有過考唱歌嘅啊？高中，我都冇高中。細時間冇，就會彈到一條歌嘅感覺會喜歡。因為個歌嘅後彈詞也是一定厲害啊。用我老師嘅詞嚟去寫一定歌嘅。冇想到，後來他也同你偶像向下彈歌嘅，對，是研拍版。非常棒的回憶。按講去年嚟辭職咧，都係完全專心做演播員咧。都係先從 EP 做出來。對，
啊，唔会本去甲目标、期望，还是如何一球一球打安尼？我希望让大家看到某强用的有所上，对大家是跟第一张专辑会是很不一样的样子。哈，这些目标我很用来，唔用来形容。这些目标的有所上很用。我觉得是邱淑婵的背面。以前如果是正面给大家看过，但大家还没有看过邱淑婵的背面。哦，对，背面，对，没阴暗面啦，不是阴暗面，对，只是平常没有想要大家看到我可能是像现在这样的个性，但其实我也有另外一个个性，平常可能没有想到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嗯，对。如果以边州镇压被时间，他对你也不会痛苦，对不对？不会。哦，我觉得好自由哦，我不用每天要早起，然后以前是无论天气好天气不好，想上班不想上班都得去上班。但现在的话，因为时间都是自己分配，然后你分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赞。哇，很好呢哈。如果一直回溯，如果感觉好像可以越早都或是奠定人家嘅路。如果一条路係唔去甲興趣，又係上嘅行嘅，會好呢。很幸运的人，我的体质就是很幸运。很棒哎！而且最重要是你觉得你幸运，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很幸运。你觉得很幸运，你就会很幸运，而不是真的幸运了才觉得幸运。我当绕口令。今日佢歡喜可以同人說啥？大嘴鼓，佢歡喜，多謝很耐。謝謝，還有做暗後事的如何？雖然爛綿綿，不過還會後事啦。你自己有算滿意嗎？我就是喜歡它綿綿，我還覺得它，我覺得還有點唔拉白綿啊。沒有，可能是我在。